宝山乡的橄榄园正值10到11月的采收期。推广橄榄种植长达20年的于宗喜，一边指挥工人采收，一边聊起橄榄妙用。我们家以前附近有几棵橄榄嘛，然后小孩子不吃饭，我们就去捡橄榄，开胃。对，来煮汤来吃。台湾土产的橄榄含油量只有3%，不适合拿来榨油，大多做成蜜饯或是健康食品。辛苦种植的橄榄，因为遭遇台风造成损害，让于宗喜心疼不已。损害非常大，几乎损害了7、8成了。这片橄榄园因为位在背风坡，树上果实没被吹落，堪称硕果仅存，让我们有幸得见收成时节的一场橄榄雨。真的采收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就有那种大珠小珠落地盘的那种感觉咯，啪啪啪啪啪这样。对，一般人讲说就好像下雨一样，所以有叫橄榄雨。哦，橄榄雨，好美的名字哦！采收的时候，好痛！橄榄雨其实不如想象中浪漫，没戴斗笠会被 K 得满头包。于宗喜不但不躲，反而笑得开怀，因为一整年辛苦换来的橄榄，粒粒都是宝。乐意的，乐意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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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